民以食为天，吃饭皇帝大。吼吼！今天要教大家这一句话是日常生活常常会用到的一句话，听好喽。金肥日上食马鸡，金肥日上食马鸡，金肥日上食马鸡。今天想吃什么？这句话很重要哦，我们赶快去看看怎么运用这一句话。走。金肥日上食马鸡。12点喽，肚脐哦，肚子饿，爱吃猪，要吃午餐喽。小黄牛，嗨，你好，欢迎光临。好，想从炒两味。好，金肥日上食马鸡，今天想吃什么？会是面还是饭？好，决定了。我爱一碗面，一盘豆腐干。哇，好香哦！吃饱了，好好吃哦！记得哦，下次到面店的时候，可以好好的秀一秀你们的客家话。再听清楚哦，一碗面，一碗面，一盘豆腐干，一盘豆腐干。下次记得好好的运用哦。那现在我们再来复习一次。复习词典：肚子饿，肚脐，肚脐，吃中饭，是猪。是猪，今天想要吃什么？金肥日上食马鸡，金肥日上食马鸡。吃饭，吃饭，吃饭。吃面，吃面，吃面。谢谢，按字 C， 按字 C。行真嘢客家 B&B，本人睇下，鄉下嚟講客家吧。